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，伊讲两大党、两小党是立法院上好的状态。郭台铭佫来讲，伊是偏蓝的，啊，柯文哲是偏绿的。伊佫讲第三势力袂当来舞台独。柯文哲今仔日是来回应着郭台铭讲，有信念真好，像书明都一路坚持到底。啊，柯文哲讲两只大只好，嘛是会当来合作，啊，袂当合作的所在，就个人做个人的。这个郭台铭甲柯文哲到底是合作，或者是对立，互人啥拢无。台北市长柯文哲可能真正有邀去南投西亚市啊，人气真好，嘛真高食。一日接落就开始食中药店的排骨，动作真大方。食了过来一碗米粉炒，被问到讲这甲其他所在有啥物无共款，柯文哲讲这较大碗。柯文哲的骹手嘛真紧，过两天透早就到有赖翡翠水库出席翡翠原水管工程的进动仪式。甲郭台铭关系引起人的注意，因为郭台铭提出国会两大两小的议题，讲两大党两小党是立法院上介好的状态。既然亲民党也有人，民众党也有人，然后国民党其实国民党还是有重点支持的地位的。什么叫共荣？现在就说，其实超越蓝绿也不是要把蓝绿消灭，硬是要把敌人干掉，那个成本实在太高。另外，郭台铭讲伊是偏蓝，柯文哲偏绿，第三势力拢袂使变，台独柯文哲看法无共款。有信念很好啊，问题是不要，就很讨厌他说的跟做的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像史明，你知道，你说有本事你就给我一路坚持到底。感觉两个人理念愈来愈无共款啊。我们两个这种个性这么强烈的人，意见都完全一样才是怪事。可以合作的项目合作，不能合作的项目这就算了，各干各的。依山南用如火，选战已经到最后阶段，两个人的理念要安怎合作，已经到关键的时刻。